Hello，大家好，我係 Windy。咁今日就想同大家繼續講雷諾曼初心指南嘅兩張卡嘅牌組嘅。咁今日個 topic 就想講到戒指。如果戒指同另外嗰35張卡配搭嘅話，會有啲乜嘢意思咧？就同大家溫故知新一下啦。首先，戒指呢張卡咧就好明顯係同婚姻有關嘅，咁但係佢就唔單止淨係講婚姻，佢亦都會啦可以代表到其他嘅諾言啦、承諾啦，咁所以咧，如果係問工作上嘅嘢嘅話咧，可以代表一啲合約啦，即係應承咗任何嘅嘢啦，或者咧佢真係可以代表一個珠寶嘅。咁如果係一個狀態嘅話咧，佢可能會係一個循環，因為佢係一個圈啦，咁佢亦都可以代表係一啲持續不斷嘅事情，咁所以隔籬嗰張牌係咩咧？就有可能嗰樣嘢咧係持續不斷咁樣發生咧，就離開唔到噶啦。咁首先就係講騎士先啦，我哋由第一張牌開始，咁俾我嘅感覺咧，呢兩張牌夾埋都幾浪漫下㗎，咁因為咧，騎士可以代表係一個靚仔啦，咁可以係佢。有一個好消息，有一個新開始，咁所以真係可以代表求婚嘅。咁但係唔係人人都會遇到求婚呢件事噶嘛？咁就可能係因為你條問題可能同婚姻無關嘅。咁如果你條問題係同婚姻冇關嘅話咧，咁可能就會係有一個新嘅人嚟探訪你，想同你達成一啲協議啦，想同你簽約啦，或者可能會嚟賣一啲珠寶首飾俾你啦，或者可以佢係帶一個好消息俾你嘅，可能係一啲你喜歡、你好開心嘅承諾啦。諾言啦，帶嚟一個新嘅合約。咁呢一個狀態咧，似乎都係喺我嘅角度睇，我會係幾開心嘅。咁然後就去到第二張牌就係幸運草啦。幸運草咧，佢就係有當然係幸運嘅意思啦。但係呢一張牌嘅特點咧，就係一啲小幸運嚟嘅，佢唔係一啲好大嘅嘢。咁通常都會有啲驚喜啦，咁所以如果戒指同幸運草配搭嘅時候咧，可能就係會有一啲小幸運持續不斷咁樣出現啦，或者咧你嚟緊要簽約啊，嚟緊嘅婚姻啊，嚟緊你要買首飾啊，可能都會相當咁幸運。咁樣即係總之就係你開心啲去做咧，就一切都好好噶啦。咁佢兩張咧喺雷諾曼入面都係一啲比較正面啲嘅牌嚟嘅，所以呢一個組合咧就應該就冇乜嘢需要擔心啦。然後第三張牌就係船，船咧就會代表外國啦、旅行啦、一啲變動或者係一啲貨運嘅。咁即係話。佢哋兩張牌嗰個意思好唔一樣啦，一個咧就係持續不斷唔喐，一個就係不斷咁喐。咁如果佢哋兩個夾埋嘅話咧，就有可能係嗰啲不停咁喐緊嘅，然後會持續不斷發生啦。可能都幾好嘅，可能你本身啲訂單咧就源源不絕啦。可能如果係婚姻嘅話咧，咁可能就會有啲變動。咁未必就係話感情有問題嘅，可能係其中一個。出 trip 啦，可能會係有異地戀啦，咁都係唔出奇嘅。然後第四張牌就係屋，咁就好有一種成家立室嘅感覺啦。因為屋就係同家庭有關啦，同住所有關啦，佢亦都係好穩定嘅。咁可能嗰段關係就進一步咁樣穩定落嚟啦。嗰啲合約啊、承諾啊，都可以好穩定咁樣去完成。咁又或者可能如果之前係要揾屋嘅，咁亦都可能係代表咗嗰間屋嘅租約嗰個合約，而佢唔係講緊嗰份紙張，而係講緊嗰一個承諾嘅。去到第五張牌就係樹，樹代表咗健康啦、人緣啦，佢係講緊嗰棵樹植根咗喺大地，經過一段好長嘅時間去生長成一棵大樹嘅意思。咁所以可能咧，戒指嘅呢一個婚姻或者呢一個承諾咧，都能夠因為之前嘅努力咧，而家係可以達成一個
唔錯嘅效果。咁呢一張牌就會代表可能嗰個承諾雙方個關係咧都相當之咁健康。咁如果問健康嘅話咧，咁就都可能係會持續向一個唔錯嘅方向去發生，但係會留意翻一樣嘢就係，雖然佢兩張牌都係好牌，咁如果你話一開始你個問題發生嘅時候已經有啲問題嘅喎，咁可能咧都會代表持續地有呢一個問題都唔奇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啦，正常咧呢一張牌呢兩張牌呢個組合，我哋都係向好個方面去諗嘅。然後去到第六張牌咧，就係雲啦。雲就代表不確定性，有好多嘢好含糊，會有一啲懷疑，難以判斷。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婚姻或者呢一個承諾呢個合約入面咧，就出現咗一啲不確定性。咁如果係嚟緊要簽約嘅，可能就要諗清楚、睇清楚，係咪有一啲嘢你未發掘到，咁你就要睇清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都已經塵埃落定嘅話，咁可能就係自己都有多啲嘢要諗清楚啦，咁樣嘅。咁去到第七張牌就出現咗比較大少少嘅壞牌啦，佢係蛇，蛇就代表咗誘惑啦、慾望啦、外遇啦，咁所以就如果真係問婚姻狀態嘅話，呢張牌呢個配搭就麻麻地啦，可能咧呢一個婚姻當中真係有呢個外遇嘅可能性喺度。咁但係如果係其他嘅承諾嘅話，咁唔一定係有外遇嘅，咁就可能會係小心啲，對方係咪有一啲蠱惑啦？咁可能會有一啲陷阱喺度，咁就要自己留意。個最主要就係唔好太容易信任，所有嘢咧都要自己諗清楚啦。第八張牌就係棺材，棺材代表咗終止，一啲不幸。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問關於一啲合約嘅嘢，可能合約係會被終止啦。咁嗰個婚姻亦都有可能會發生有一啲問題嘅。第九張花束，咁花束都係一張好開心、好漂亮嘅牌啦。佢代表咗禮物，一啲好開心嘅事情啦，或者可能係一個靚女啦，一個好好嘅女性朋友啦。咁如果戒指同埋花束嘅話咧，咁可能會係收到禮物啦，或者即係送禮物俾人都唔奇嘅。咁啊，特別係嚟自你嘅伴侶啦，或者係你嘅合作對象，咁可能你嗰個合約啊，你個承諾啊，都會美麗地完成，或者可能咧對方係一個靚女嚟嘅，咁啊，總之咧都係一齊偏向順利嗰個方向嘅，因為兩張都係相當正面嘅牌。咁第十張牌就係鐮刀啦，鐮刀呢一張牌就代表意外啦、分割啦。咁所以咧，如果戒指同鐮刀，如果嗰人係真係問離婚嘅話，應該都分得幾 sharp 下、幾果斷下嘅。咁但係唔係人人會問離婚噶嘛？咁可能就喺婚姻當中都有啲問題嘅，例如話有啲意外啦，有啲即係希望佢唔好係攞把刀出嚟懟對方啦嚇。咁但係佢哋嘅問題，佢哋會用比較果斷嘅方式去處理，例如話佢哋有啲衝突啊，有交要鬧啊，有啲矛盾嘅話咧，可能都係會比較直接咁樣，同埋快速咁樣攞出嚟解決嘅。咁個感覺都唔係太開心噶啦。咁唔一定係同婚姻有關嘅嘢。如果係其他嘅，咁合約都真係可能合約會被終止啦。一啲承諾可能係可以係即刻兌現嘅，咁但係亦都可以係我完我唔再應承你，我唔再做落去啦。會係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咁如果係嚟緊要簽約嘅話，咁都未必簽得成啦。
咁去到第11張咁啊，係掃把，或者喺某一啲雷諾曼牌入面係邊啦，咁啊代表一啲反覆嘅折磨嘅。咁就調轉啦。頭先10號牌就係好果斷咁樣去處理咗個問題噶嘛。咁但係咧，如果係11號嘅話，就唔會啦，就會嗰個問題會係用一個持續折磨對方嘅方法咧去處理。咁所以咧，如果係有婚姻嘅人啦，可能嗰段時間就比較有壓力一啲啦。咁又或者可能係對方有一啲呢一張牌有可能真係身體上嘅暴力，即係一啲家暴啊咁樣，都唔奇嘅。咁但係當然唔係人人會咁容易遇到呢啲問題噶嘛。咁所以通常咧都係會理解為一啲比較可能體力勞動或者係精神折磨上嘅承諾咯。咁你承諾自己要去跑馬拉松，都係一種磨練嘅承諾嚟嘅。咁所以就睇下你自己承諾咗啲咩啦。咁啊，12號牌咧，其實兩張牌都會同婚姻有少少關係嘅，因為12號牌咧都係可以代表一對夫妻，因為相傳咧雀仔係一夫一妻制嘅。咁所以如果呢兩張牌出現，而你又係問婚姻有關嘅嘢咧，咁我會覺得係喺呢個婚姻入面有幾唔錯嘅發展，或者可能真係老夫老妻啦。而雀仔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大家會覺得佢好嘈噶，好多嘢講噶。咁所以可能咧，你嘅婚姻啦，或者係承諾入面咧，就有好多嘢去討論啦，好多偈傾嘅。咁呢個就好中性嘅，佢就冇話一定係講是非，定係一定係好開心傾偈。咁總之就係好多嘢傾，好多嘢可以去討論咁樣。總之就係持續不斷嘅討論咯。第13張牌係小孩啦，呢個組合就有啲得意嘅，因為小孩係唔會結婚噶嘛，同埋小孩亦都傾向係唔會做一啲，佢唔會簽合約先啦，咁所以佢最多都係一啲小承諾嚟嘅啫，就唔會係一啲大承諾啦。可能如果你傾緊嚟緊要簽合約嘅話，咁佢可能就係應承你少少啦，就唔會應承得你晒所有嘅嘢噶啦。又或者可能會有少少兒戲，佢應承完你之後，你都會質疑佢係咪㗎？有一個咁嘅可能。但係小孩子呢一張牌亦都可以代表咧一啲享受啦、玩樂啦、體驗一啲新事物嘅意思。咁所以都可以向好個方面睇，就可以係你持續不斷咁樣去享受生活啦、玩樂啦、去體驗冒險啦。咁呢啲就要自己去創造啦。第14張牌狐狸，咁呢個就係代表職業啦，代表工作啦。狐狸嘅特色俾人嘅感覺都係比較聰明，所以佢係比較狡猾一啲。咁如果配搭戒指嚟講，就會變咗係持續不斷嘅工作啦。工作上會有合約，會有承諾啦。咁聽落都好似有啲壓力嚇。咁總之咧就係無論係對於工作又好，婚姻都好，都係要提醒你要提高一啲嘅警覺，可能要越動下腦筋嘅，就唔好太老奉覺得原本係咁就照去啦。咁可能就要留意下細節啦，諗下會唔會有一啲變化啦。第15張係紅人紅啤啤，咁佢就代表一啲好大隻嘅嘢，咁所以我哋通常就會理解為好有權力嘅上司啦、母親啦，或者大隻佬啦、肌肉發達嘅人啦。咁如果係同戒指有關嘅話，咁你嗰個承諾可能會係嗰個對象可能就係好有權力嘅人啦，或者可能會係你做嗰個承諾會係同一啲比較大少少嘅財務決定有關。咁呢張牌呢個配搭都傾向好嗰邊去諗嘅。咁但係因為15號牌比較有佔有慾，咁所以咧亦都有可能係你嘅伴侶係比較
有佔有欲一啲啦，比較中意控制你多少少。咁你應承咗佢嘅嘢咧，你就要小心咁樣去兌現啦。第16張牌，星星，星星不嬲都俾人一種好美好啊、好靚啊咁樣嘅感覺啦，佢都代表希望同埋成功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一啲承諾啊要去做，或者要有啲約要去簽嘅話咧，睇落都係會比較順利，好有希望會，即係應該係會兌現得好成功嘅。第17張牌係鸛鳥，鸛鳥有一個向上提升嘅意思喺度，咁所以如果你要續約或者嚟緊要簽約嘅話，可能有機會咧，嗰個合約係會簽得比你之前傾嗰啲條款再好一啲啦，會有一個令你覺得好咗嘅意思啦。咁或者可能咧，你要做嗰樣嘢係嗰個承諾會好優雅啦，嗰隻戒指都係珠寶首飾嚟噶嘛，咁就會好個感覺比較高貴一啲嘅。咁亦都可以係嗰個婚姻更上一層樓。咁如果係真係想問我咧，咁會唔會結婚啊？咁似乎呢一個組合嗰個機率就比較高一啲啦，因為係有一個更進一步嘅意思。然後第18張牌咧係狗仔。咁狗仔就係人類最好嘅朋友啦，咁所以咧，佢可以代表係我哋一啲忠誠嘅好朋友。咁所以如果戒指配搭狗咧，就可能會係你同你嘅朋友好朋友結婚啦，可以係你同你嘅好朋友有一啲承諾啦。咁而你嗰啲承諾係會兌現嘅，但係留意翻一樣嘢咧，狗仔佢只係代表忠誠，咁就唔代表佢叻嘅，因為人同狗咁狗係會聽話，但係唔代表佢會聰明到唔會代表佢聰明過人噶嘛。咁所以咧都要留意一下，即係例如啦，舉個例，我去租以前我冇自己 studio 嘅時候，我去租一間房，咁我去即係嗰個租俾我嗰個人，其實佢都有心想租俾我嘅，咁但係可能咧，佢會有時論盡就唔記得咗嚟開門俾我啊，或者唔小心租咗俾其他人啊，咁呢啲佢冇心嘅，但係有時可能都會遇到一啲無心之失，都會有可能嘅。第19張牌係塔，咁啊有兩個方向啦。一個方向咧係好嘅，就係如果你想去同一啲政府啊、大機構啊去做一啲合作，去做一啲承諾嘅話咧，嗰啲合作可能會比較順利一啲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你就唔係同呢類型嘅機構去合作嘅話咧，只係其他嘅承諾，或者要做其他嘅嘢咧，咁可能會有一種疏離感，可能嗰個門檻太高，可能會有一啲太高難度嘅感覺，或者參與嘅人數會比較少，因為門檻高，我哋就會理解做人數少，咁會有一種冷清疏離嘅感覺。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問婚姻嘅話咧，咁一係就你真係去政府簽咗嗰張紙去。一係咧，就可能個感覺係有啲孤獨嘅。第20張牌花園，咁又有兩個方向啦。如果向好嘅方面諗係咩咧？就係你可以識多好多人啦，你可以去一啲聚會啊、派對啊，去識到新嘅朋友咧，去揾你嘅新機會。咁你就可以揾到你啲合作夥伴啊，或者你想結婚嘅對象啊，咁你都可以去揾嘅。咁但係花園呢一張牌咧就唔肯定嘅，因為你揾到嗰個人之後，佢係咪真係一定會同你簽約，係咪真係一定會同你結婚咧？就唔包嘅，因為大家都仲係處於一個好公開嘅狀態，大家都仲係喺度尋找更適合嘅對象嘅啫。21號牌。呢一張山咧就係咁多張卡入面咧比較大嘅障礙啦，咁所以如果
係抽到3嘅時候，配搭戒指可能就係你個承諾或者婚姻遇到一啲障礙。如果你想向前行，咁佢就會停滯不前。尤其是戒指係有一種持續不斷循環嘅意思喺度。咁所以簡單啲講咧，就係 loop 死咗嘅狀態。無論你問咩咧，可能都會處於一個循環不斷嘅情況喺度啦。22號牌分岔路，咁好明顯就係有選擇嘅意思啦，即係話面對緊你面前嘅無論婚姻定係其他嘅承諾都好，可能咧你係多過一個選擇嘅。咁如果已經結咗婚嘅話，咁呢一個就可能，咦，會唔會有其他嘅人出現咧？但係呢個唔一定啊，因為選擇係有好多種意思噶嘛。婚姻入面嘅選擇唔一定係要選擇嗰個人嗰個對象噶嘛。例如話你搞緊婚禮咁，你都可能係你有好多套衫要揀，你有好多餐廳揀，你好多禮堂要揀。總之就係講緊喺呢一個承諾或者婚姻入面咧，出現咗好多選擇，就唔一定係話嗰個人未揀定嘅。23號牌老鼠。咁即係有壓力咯喎，老鼠係代表咗有啲焦慮不安，係有啲隱憂喺度。咁即係話你嗰個婚姻或者係承諾入面啦，係有一啲令人擔心嘅嘢喺入面嘅。到底係真嗰個擔心係真啦，係假，係自己諗多咗啊，定係真係會有一個實際嘅損失喺入面咧？咁啊唔一定嘅，佢純粹只係話俾你知，有呢一個擔憂嘅啫。但係通常都傾向係真係有一啲問題，事實上係有一啲問題存在嘅。24號牌，最開心就係呢張啦，因為咧其實講咗咁耐，25號牌佢都係講緊承諾，唔包愛情嘅。婚姻入面，我哋會有一個假設係有愛情喺入面啫，但係唔一定噶嘛。咁如果有埋24號牌呢張深深咁浪漫、咁熱情嘅牌嘅話咧，咁就代表呢一個婚姻咧真係真心開心嘅。咁嗰個承諾咧，亦都係會充滿熱誠嘅，咁大家都會合作得好開心咯。同埋25號牌就冇得同25號牌自己配對嘅，咁所以下一張就係26號牌，就係書籍啦。咁書籍就代表咗一啲知識啦，咁所以就會代表咗進修。咁即係話咧，呢一個承諾可能係佢嚟買你嘅知識嘅，可能你想得到呢份合約咧，你係需要讀多啲書嘅。咁如果喺婚姻入面有冇嘢可以進修咧？可能都有嘅。但係如果真係問婚姻嘅話，咁可能有啲秘密啦。書係通常咧，即係股市啊，啲人啲秘密可能都係寫埋喺書入邊，咁所以會有個咁嘅意思喺度咧。頭先就係講緊書，27號牌就係一封信，咁佢會代表一啲文件或者咧係一啲書嘅書信嘅。咁又婚姻入面有咩文件咧？例如係你嗰張結婚證書啦，即係所有相關嘅文件啦，係一啲寫出嚟俾人睇嘅嘢，即係刊憲都係文件嚟嘅。咁或者係如果講緊嗰個一份合約，佢就真係嗰個紙本嘅合約啦。咁如果抽到呢一個嘅話，咁就可能純粹就係代表緊嗰個合約嗰份文件咯。28號牌係男人，咁男人牌就固之然係代表一個男人啦。咁如果係問婚姻，咪就係婚姻中嘅嗰個男人咯，同一個男人結婚咯。咁如果係自己係男人嘅話，咁就代表講緊自己作為新郎哥嘅呢一個角色噶啦。咁亦都可以有其他嘅意思嘅。男性呢一張，男人呢張牌本身就係有一種男性特質嘅意思，即係通常stereotype 嚟睇就係一啲比較剛強啲嘅特質啦。所謂嘅 masculine 啲啊，即係嗰個理性嘅分析都可能，但唔等於男人一定係比較理性啲吓。咁就係可能要用呢一啲比較 masculine 嘅特質去處理呢份文件或者戒指，但係通常咧，我哋
用來浪漫都好簡單、好直接咁樣，就係同一個男人簽約咯。咁調轉啦，29號牌女人咪就係代表同一個女人簽約咯。通常就係咁直接、咁簡單嘅啫。咁調轉啦，可能就會有一啲比較陰柔啲嘅特質啦。會比較相信直覺地去處理一啲承諾啦。然後30號牌係百合，百合就係一啲前輩年長啲嘅人嚟嘅，通常佢哋比較成熟啲嘅，咁所以佢哋會比較有耐性啦，同埋會傾向寧靜啲喎，即係因為百合俾人嘅感覺係會比較清幽、比較靜啲嘅。咁呢兩張牌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可以你個承諾係同長者有關啦，又或者可能係你個婚姻入面嘅4大長老，即係爸爸媽媽啊、老爺奶奶啊、外父外母啊，甚至再高層次啲，可以係爺爺嫲嫲、公公婆婆都得嘅。咁佢哋都可能會係一啲持份者嚟嘅嘛。咁如果係承諾唔係婚姻啦，可以係其他嘢噶嘛。咁就會係可能人哋想買你嘅係一啲經驗啦、成熟啦。咁或者你就係要用呢一啲特質去處理呢一個嘅承諾啦。然後31號牌太陽，太陽咧就我諗都算係雷諾曼牌入面嘅數一數二嘅好牌啦。咁所以咧，如果係收到太陽加戒指，咁你嘅婚姻同承諾應該都相當之嘅成功同埋樂觀，大家都好有嗰個能力啦，好有嗰個能量去處理，應該都可以咧。就算有任何嘅難關咧，都應該係可以好容易處理得到啦。32號牌月亮，月亮咧就會係俾人嘅感覺比較浪漫一啲啦，藝術特質比較多一啲啦。咁所以如果係真係一個婚禮啊，一個婚姻嘅話，可能入面就要多少少嘅情感元素喺入面啊，就唔係話深深嗰種只係熱誠，而係多一啲嘅溫柔與浪漫喺入面啦。咁就會一齊很好啦。咁如果係一啲承諾合約嘅話，咁可能咧就真係要多啲創意啦，了解即係得到對方嘅認可，其實係好需要嗰個滿足感啊，被欣賞嘅感覺咧，咁你嗰個承諾就可以run 得比較好一啲啦。33號牌鎖匙，鎖匙就係開鎖噶嘛，要嚟。咁所以如果無論你嗰個婚姻或者合約遇到乜嘢問題咧，揾到呢一把鎖匙咧，都係可以解決到嘅。咁佢有持續不斷嘅意思喺度咁嘅戒指，咁但係咧鎖匙可能就係真係幫你揾到條 key 去走出去啦。咁點解 key 會係重要嘅意思？因為用英文去諗就知嘅，嘅 key 就係重要嘅意思啊嘛。咁所以可能咧就係俾你發現到呢一份合約原來真係好重要嘅，我得到一份好重要嘅合約咁嘅意思都得。34號牌魚，魚通常我哋就會代表有豐足嘅收入啦，或者係比較舒服一啲、自由自在一啲嘅順流而行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婚姻或者承諾入面咧，可能即係正常嚟講就可能係會代表有你簽嗰份合約係揾到錢嘅，個收入係好好嘅咁樣嘅意思。咁當然啦，如果你要去買嘢嘅話，可能嗰件嘢咧就都係使得比較多錢。咁如果講承諾嘅，咁可能就會比較 carefree 少少啦，可以係比較舒服啲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啦，雷諾曼都係講緊好 straightforward，好直接嘅，就係可以揾到錢嘅一個合約咯。咁啊，35號牌係撈就很好啦，係個目標達到嘅意思，因為你隻船去到嗰度，係你去到你要停低嘅地方，咁你先會放低個撈落去噶嘛。咁可能咧，你嗰個婚姻就已經相當穩定啦，或者係你嗰個事業發展得好好，你嗰份
事業上嘅合約係好穩固，咁可能就係一啲鐵飯碗，即係唔容易俾人代替嘅工作。咁當然啦，呢個工作都可以係同婚姻有關嘅。哇，去到最後一張牌36號嘅十字架，咁去到最後一張牌咧就係一個完結啦，但係嗰個故事嘅結果啦。咁啊，所以十字架可以代表係嗰個合約係有要完嘅意思都得嘅，嗰個婚姻要完嘅意思都得嘅。咁啊，十字架孭喺背脊係會好沉重啦，好痛苦嘅。咁可以代表咧，你嗰個承諾係令你覺得好沉重，即係唞唔到氣嘅嗰種。咁當然婚姻都有可能係感到呢一種嘅壓力。又或者，因為十字架係代表緊耶穌嘅犧牲，咁可能咧，你覺得自己喺婚姻當中係需要被犧牲嗰個都唔奇。咁但係一般嚟講啦嚇，雷諾曼都係好直接咁樣指出，嗰種痛同埋壓力係嚟自於一個婚姻或者一個承諾，可能你自己本身唔知啊。你就係本身覺得我好大壓力咯，咁但係如果呢兩張牌一齊出現嘅話咧，你就可以留意你其實應承咗邊一樣嘢令到你覺得咁沉重、咁辛苦、咁大壓力咧，咁可能你就要好好去處理嗰一個問題啦。咁頭先我哋就講晒呢35張牌同戒指呢一張卡可以點樣去組合啦。如果你諗到一啲好得意嘅解釋，而我頭先又冇提到，我都好歡迎你同我分享翻。如果你有抽過一啲同戒指有關嘅問題，即係你抽完出嚟戒指，你解釋嘅時候覺得好有趣喎，咁都好希望你可以同我分享翻，咁我又可以話翻俾我嘅以後嘅同學仔知，咁我哋就可以持續咁樣增長學習，好好咁樣用雷諾曼牌咧，幫我哋去處理自己嘅問題啦。可能當下有任何嘅嘢我做唔到決定，可能佢都會俾第一啲提示我哋。咁啊，呢一日就係咁樣啦，多謝大家。